大家平安，欢迎收听9月7日的迦南之声，我是一破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以敬拜之名行篡位之实。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下15章7到12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上帝是灵，敬拜他的人必须以心灵和真诚敬拜。约翰福音4章24节，耶稣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那真正拜父的，刚才说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里的诚实原文的含义是指真理，也就是我们必须按照上帝的话语及他的法则，才能够以正确的生命内涵来敬拜他。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对真理一无所知，或者是对上帝话语有错误的认知，这只会让我们的敬拜沦为私欲的敬拜。耶稣曾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马太福音15章第9节，敬拜不是一种形式，而是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在祷告中经历圣灵的更新，在灵修中经历真理的更新，在小组中经历情感的更新。期盼我们敬拜是按着真理，而非为己的私欲，是能够蒙上帝悦纳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段的经文，押沙龙与今天许多广受欢迎的政客一样，人长得帅，说话迎合群众，在人前和蔼殷勤，谦恭有礼，所以很快偷了以色列人的心。这是原文另外一个翻译。但背离真理的政客，无论是好话好事还是殷勤热心，背后都可能隐藏着阴险的后招，导致可怕的后果。但体贴肉体的群众，他们所关心的是自己眼前的利益，而不是公义，所以并不关心押沙龙的动机是出于神还是人。我们看押沙龙，他认为他的时机成熟了。经文告诉我们，那时候是满了40年，在撒下15章第7节。然而，押沙龙从基述回到耶路撒冷，并没有40年那么长的时间。因此呢，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比喻，应该是指押沙龙回到耶路撒冷满了4年，而不是40年。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里指的可能是押沙龙年满40岁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等了足够久的时间。毕竟当年大卫在希伯伦被立为以色列12支派的王，那个时候大卫也只有30岁啊。所以于是我们看到押沙龙他谎称要去希伯伦向耶和华上帝来还愿哦。作者其实一语双关，写下押沙龙告诉大卫，他在基述曾经许下的愿望是：耶和华若使我再回耶路撒冷，我必侍奉他。然而这个愿望听在大卫的耳中，可能会以为这个儿子敬虔上帝回转的这个迹象哦。然而我们知道，在押沙龙的心里，他认为这是他开始要以君王的身份来侍奉耶和华的耶和华上帝的时候到了。所以押沙龙以敬拜为名行篡位之实，他并不是真心诚意要敬拜上帝哦，而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敬拜的名号，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仪式来篡位。他借着这个机会放出假消息，
让各支派的百姓在听见号角的声音的时候，就以为新王登基了，并且要呼喊着说押沙龙在希伯伦做王了。这是在第10节里面哦。他按照自己的计划，在希伯伦，也就是他出生地，以献祭为仪式来向耶和华上帝献祭。他借着这样的一个仪式招聚众人，但是我们看到没有长老，也没有先知和祭司，受耶和华上帝的差遣来膏立押沙龙。我们知道不管是扫罗或者是大卫，都是上帝拣选，然后呼召，可能透过先知或是祭司来为他膏抹。但是我们看押沙龙是没有的。押沙龙他选择在希伯伦行这个还愿的仪式献祭，这也是他精心计划的一环哦。希伯伦是大卫最初的首都，还记得吗？他求问上帝说：“我上去那边可以吗？”后来他得到上帝的允许哦。但是我们看到押沙龙他并没有求问上帝，也没有得到上帝的允许哦。他在这里的还愿，意味着他企图取得宗教的认可，使自己的行动看起来更合法，进一步能够欺骗人民的心呢。但是我们看到圣经作者特别提到另外一位相关的关键人物，就是亚希多弗。他是在大卫的朝政上相当地位和影响力的人，因此呢，押沙龙他派人去他的本城，很恭敬的请他来加入自己的阵营。接着呢，圣经学者也告诉我们说，于是叛逆的势力这个甚大，因为随从押沙龙的人民日渐增多。可见亚希多弗的加入带动了许多以色列民跟着他一起拥护押沙龙做王。这是一个叛乱叛变，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千万不要做。亚希多弗素以机智出名，他给王的建议有如神谕一般的精准。然而我们看到他的叛变使大卫非常的痛心，所以在诗篇41篇的第9节，大卫写诗来抒发内心痛苦的感受。他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在提醒我们，应该要警醒警惕假敬拜和虚伪的敬拜的行为。我们是不是来到教会是真的用心灵和诚实或者是真理在敬拜上帝，还是做一套说一套？押沙龙的例子揭示了表面的敬拜背后可能隐藏着私利自私的动机。我们应该在信仰当中真实或者是诚实，远离虚伪，不要欺骗人民追求个人利益为目的。同时呢，这里也提醒我们要谨慎看待那些以宗教之名行动的人，确保他们的行为符合圣经的真理和价值观。这个故事都一直在提醒我们，真正的领袖应该是以正直、公义和真诚的敬拜为基础，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地位、权力而欺骗人民。求神来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持守真理，远离这一些的虚假。我们要以上帝的心意为方向，我们要成为上帝真正的荣耀见证人。我们来思想，大卫知道立王和废王都是出于上帝，反观押沙龙，他不知道，他以敬拜之名行篡位之事。你觉得上帝会喜悦他的行为吗？
想一想他的结局将会如何了。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一切的权柄、权位都是你所赏赐，因为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亲爱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远离虚假的敬拜，不让私欲和权力的渴望主导我们的生活跟行为，帮助我们保持诚实、公义和真诚的态度，不论是在信仰中还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主啊，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的行为和信仰是相称的，成为你的荣耀见证人，彰显你的慈爱和真理。恳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如何看待那些虚假的行动，我们能够分辨，也能够确保我们的选择和决定是建立在真理的上面。求你赐下智慧和力量，让我们在一切事情的上面都寻求你的心意，而不被私欲所蒙蔽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友伯牧师，祝福您按着神的心意来活出美好的见证。我们明天见。